祝塔吉克族同胞们节日快乐！艾德玛布拉克，阿达西们，今天是塔吉克族的春节肖贡巴哈尔节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种美食干果，迎接朋友们的到来。涮肉。肖贡巴尔节，我们到这儿来品尝到我们吃着血水长大的羊肉各类的一些美食，特别高兴。塔吉克巧克力。奶茶，